一份新的报告指责中国施压数十万维吾尔族强迫劳动，让他们在东都掘蚕采摘棉花。活动人士称，一些大的西方时尚品牌是这种虐待行为的同谋。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周二发表一份新的报告，发现证据显示维吾尔族劳工遭到强迫劳动，被要求手摘棉花。报告援引网上的中国政府文件发现，2018年估计有57万名来自3个维吾尔族地区的工人被动员采棉。中国政府涉及军事化管理的强制劳动培训计划。发现这些文件的研究人员郑国恩写道，不太可能去界定强制劳动在哪一个点结束，当地人又是从哪个点开始同意。世界主要时尚品牌都因使用来自东都掘蚕的棉花受到维权组织的抨击。东都掘蚕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的20%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中的主要生产者。郑国恩在报道中写道，把劳动力转移至敌棉，涉及强迫劳动的风险显然非常高。国际刑事法院决定不对中国大规模拘禁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做法展开调查。中国被指控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海牙的检察官周一说，他们不会对该指控展开调查，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不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流亡维吾尔团体7月向国际刑事法院递交大量证据档案，指控中国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等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监禁在再教育营，并强制女性绝育。几个月来，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一直敦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国际刑事法院在周一的报告中说，目前没有起诉的基础，因为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官员犯了罪。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报告也提到，维吾尔族人的律师已要求法院根据新事实或证据重新考虑调查上述指控。目前，土耳其等一些国家已与中国签订了武汉病毒疫苗供应合同，但是巴西国家卫生监管局发表文告指出，中国卫生当局批准紧急使用武汉病毒疫苗的标准不透明。巴西国家卫生监管局警告，当心地缘政治影响武汉病毒疫苗在巴西的使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提到，科尔莱福自今年6月起在中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中国批准紧急使用授权的标准不透明，也无法获知中国做出相关决定所依据的标准的信息。上周，圣保罗州生物医学中心布丹丹研究所已开始生产科兴生物研发的疫苗。巴西总统一直对中国科兴生物所研发的武汉病毒疫苗持怀疑态度，他表示这疫苗的产地就让他不值得信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国海警船反复进入钓鱼岛水域进行了讨论。岸信夫向魏凤和表达了日本方面对此的强烈担忧。两防长的会谈原来预定进行30分钟，但是会谈的时间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进行了1小时35分钟。岸信夫在会谈中指出，钓鱼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岸信夫说，日方愿意与纠方就双方关切的问题保持沟通，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推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建设。据报道，澳大利亚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本周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起诉脸书及其2家子公司。该委员会认为，被告方在向澳大利亚用户推广一种保护移动应用时存在虚假、误导或欺诈行为。澳大利亚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指控，该应用会基于脸书的商业利益收集、聚合并使用大量的用户个人活动数据，其中包括用户使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情况、用户的应用访问记录以及每天使用每个应用的时长。